各位繼續同大家分享時間神學第4章，擁抱短暫，如何擁抱你有限同埋你會失去。我哋繼續講學信心騎士進入當下。基督徒嘅計時就好似喺高空繩索上跳舞，一方面我哋被呼召以一種超越自我嘅方式，讓自己意識不僅只着眼於當下。作為有傳統嘅人，我哋要牢記所傳遞俾我哋嘅，並面向未來而活，盼望天國來臨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哋亦都始終活喺當下，過去嘅恩賜同未來嘅希望喺現今融合於我哋裏面。我哋無法唔活喺當下，我哋挑戰就係要忠實地活喺當下，但唔係只係陷於只係重視當下嘅現時主義啊 （presentism）， 放縱嘅一種伊壁魯溝主義，因此而生。秘訣就係在於充分活喺當下，同時不被時代精神所限制。時代精神啊，德國好中意講嘅一個term。我講嘅訣竅，但係或許我指嘅就係一種技藝，好似奇一果嘅信心騎士嘅精神。佢好似一位芭蕾舞大師，能夠使驚人嘅信心嘅跳躍，睇嚟輕而易舉。奇一果話：無限氣絕騎士躍入咗永恆，卻唔知道點樣喺佢哋所處嘅世界落腳。每一次佢哋落下都無法立即掌握姿態，佢哋會猶豫片刻，而呢個猶豫就顯出佢哋係呢個世界嘅外來者。好多宗教人士嘅信仰僅讓佢哋跳進咗一個令人懷舊嘅過往，或者用嚟逃避現實嘅未來，但當下令佢哋迷惘，佢哋別扭不安，緩山而行，猶豫不決。佢哋知道點樣喺每個地方保有信仰，唯獨喺現今不行。但要是落地之後，能夠立即站立前行，將躍入生活嘅動作變成咗行走，毫無疑惑地以平凡之姿態展現出崇高嘅意思。只有嗰位信心嘅騎士能夠做到呢一點，呢個就係唯一嘅奇蹟啦。知道點樣喺神聖嘅時間中跳舞，像凡人一樣行走，呢個就係一種奇蹟。我哋嘅家園現今嘅孵化器係一個不斷喺度變化嘅地方，受造物嘅存有就係不斷嘅改變。伊甸園原本就係充滿咗變化。短暫性唔係後來先臨到受造物，佢係有限時嘅特徵之一。衰老其實唔係一種咒詛，秋天亦都唔係一種懲罰，唔係所有會逝去嘅事物都應該被視作損失啊！我哋凡人生命嘅生成同埋消逝，只係受造物本有嘅節奏，冇一種受造物能夠免受時間變遷嘅影響，即使係復活嘅身體，亦都會發生變化。聖奧古斯丁喺懺悔錄中對時間進行省思，佢話：我嘅自我就係過去同未來嘅喺現今嘅交匯。佢進一步話：技術上嚟講，未來同過去都未曾真正存在過，或者可以咁講，奧古斯丁話有3種時間：過去事物嘅現在、現在事物嘅現在，以及未來事物嘅現在。喺心靈中有呢3種時間，喺我在其他地方係未曾見過嘅。奧古斯丁大膽嘅暗示，現在就係一切嘅存在，亦都係為什麼短暫性係創造嘅一部分。奧古斯丁成日以說話或者歌唱為例，講明咗生而為人就需要適應不停嘅接收同埋失去。假如佢咁講，假如我正係要背誦一首我熟悉嘅詩篇，喺我開始之前，我嘅期待在於整首詩篇，但一旦我開始，過去背誦嘅詩句成咗我記憶嘅對象。呢個行動以2個方向延伸，部分嘅詩句會因為背誦誦讀而進入記憶，部分嘅詩句則會因為我即將說出口而變成期待。但我嘅注意力喺當下，透過當下，未來被轉化為過去。所以當我哋做一啲好似講説話呢樣簡單嘅事情嘅時候，人類意識就好似現今嘅渦輪機，會吸引未來向現今説話，並將我曾説過嘅話當作過往。每次對話都係調和咗期待同埋保留。奧古斯丁又講，當一個人在唱或聽熟悉嘅歌曲時，對未來聲音嘅期待同埋對過去聲音嘅記憶，會令佢嘅感覺或者感官鬆懈或者叫做伸展。冇聲音嘅異變本質，音樂就冇樂趣啦。冇短暫音符嘅詞語，歌曲就冇喜悅。呢啲音符會升起徘徊，然後消失，讓位俾更多音符。所以擁抱短暫就係同咁樣嘅變化共存，喺變遷中懷着感恩嚟生活，亦都就係講好似凡人一樣生活。呢個或者就係傳道書中傳道者智慧嘅深沉教訓。不
不要為我們有限的生命而哀嘆，而要面對它，接受它，找到與時間短暫性同步嘅節奏。可以咁講，呢個係一種救贖虛空嘅操練。傳道者話：在你一生虛空嘅日子，就是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日子。當與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，因為那是你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報償。呢度嘅關鍵詞虛空同埋勞碌令人沮喪，與教師所勸告嘅快活度日格格不入。難道我哋應當享受虛無、空虛同埋無意義？神學家利法特就為我哋解惑，佢話希伯來文呢個字 Hebel 被譯為虛空，有時甚至被譯為無意義。佢認為翻譯係荒謬咁解，其字面上更接近於一種薄霧或者蒸氣，其實可以解做蒸氣。利法特澄清話，當以呢個詞作為隱喻嘅時候，佢強調人類存在嘅短暫同難以捉摸。人嘅生命就係蒸氣呢個字，因為佢係暫時，因為我哋會改變並終究會死亡。好，提一提，我有另一本書嘅分享係講傳道書嘅，大家可以揾嚟睇下。當傳道者將凡事形容為 Hebel 嘅時候，佢唔係講凡事都毫無意義，而係強調世界嘅難以捉摸。佢從我哋嘅指尖流走，脫離我哋為掌控而做嘅一切努力。人嘅生命就係蒸氣，因為我哋係凡人。人一生就好似迷人嘅薄霧，但消散得太快，好似水蒸氣一樣蒸發。利法特就指出 Hebel 呢個字就係亞當第二個兒子嘅名字。就係第一位遭受死亡嘅人啦，亦都就係第一位體驗到人生飄渺之事實嘅人。最終，我哋每個人其實就係亞伯，我哋嘅生命都如同霧氣飄動。傳道者勸告我哋唔好要厭棄呢個事實，而係面對佢。而利法特就表示，傳道者對於生活全是暴風，並不感到絕望。事實上，此希伯來短語應該被翻譯為放牧流動的風啊！呢個唔係絕望或者放棄忠告，而係一個邀請，要我哋重新建構期望，以便我哋可以享受眼前嘅人事物，儘管佢哋嘅存在係咁短暫。問題唔係在於我哋係咪能夠逃離呢種狀態，而係我哋要點樣接納自己有限嘅生命，如何放牧嗰啲短暫卻被賦予我哋嘅事物。當妻子一如往常將小花瓶放喺我嘅桌上，裏頭插咗一啲紙碗同埋封信紙嘅時候，我係咪應該對佢哋不會有永存嘅事實感到憤慨？係咪應該憎惡佢哋將消散嘅香氣？幾天後佢哋即將凋零嘅花瓣，我係咪應該哀悼佢哋嘅短暫？還是我應該照料我所唔能夠控制嘅，以感恩嘅心去接納，盡我所能去滋養，享受佢哋呢一刻被賦予嘅美麗？如果享受有限嘅生命意味着停止暴風，而係學會乘風揚帆，咁又係點樣呢？作家羅伯特哈德遜就證實，正係威廉奧爾迪斯奇特嘅古老嘅詩歌《蒼蠅》教會咗佢點樣同有限性嘅生命為友。佢咁樣寫，呢首詩俾咗我無可比擬、充滿矛盾嘅一課。事實上，嗰個幾乎就係喺任何時空中所有藝術嘅關鍵啦，就係嗰啲令我哋感到沉重嘅事物，亦都同時令我哋被提升。呢個就係詩篇、但丁嘅神曲、莎士比亞嘅14行詩、莫扎特嘅安魂曲同埋梵谷嘅畫作，呢啲都係數世紀以嚟日本詩人透過無數關於櫻花排句所傳達嘅教訓。日文有所謂叫做物之哀，即係因為認知到時間短暫而激發出嘅美感意識。我毫不懷疑呢個就係神賜俾我哋藝術嘅原因啦，幫助我哋應對有限生命嘅神秘，理解每個生命都係被蓋上有效期嘅作記。或者講，死亡本身就係禮物，因為佢為生命增添咗無比豐富嘅內涵。近日本美學理念讓我哋睇到受造物點樣擁抱短暫。我哋對於無常嘅認識唔一定要轉化為憂鬱嘅哀傷，雖然話佢喺一個墮落破碎世界裏邊，憂鬱同埋哀傷總係潛藏咗喺表面底層，理所當然地會爆發出嚟。而對於無常嘅認識，可以係令到欣賞同感激嘅情更加深刻。確實，對於14世紀日本佛教僧侶吉田兼好嚟講，瞬息即逝嘅特性照亮咗美麗之處，並使其更加突顯。佢話：如果人類不會像車蛾野的朝露被蒸發，不像鳥步山頭的青煙消散，
那麼萬物將失去感動我們的力量啊！櫻花的強烈美感，因着每朵花的短暫生命而閃耀光芒。所以13世紀嘅日本女性歌人阿初尼就勸告詩人，首要注意的係，他們必須了解物之哀，理解事物令人的一本質，敏銳並正確地感知事物，並保持佢哋嘅心智清明。佢哋必須留意花瓣凋零、葉子飄落、露水和時雨，以及葉子變色嘅時節，並保持心靈嘅警覺。所以喺我睇嚟，如果能夠敏銳於事物令人嘅本質，咁就連瞬息即逝嘅物亦都能夠享受啦。我哋要操練面對失落嘅藝術。我認為哈德遜係啱嘅，藝術家最能夠幫助我哋欣賞受造物脆弱嘅生命力。呢個無疑係真，因為藝術嘅特長就係模糊同埋微妙。藝術唔係就係召喚我哋實踐紀律，卻唔壓制我哋。一部電影、一首詩、一首歌，可以引領我哋進入多重嘅心境，喚起互相矛盾嘅情緒，但同時又能夠將呢啲情緒融合。如此，我哋活喺世上就能夠以一種不言而喻嘅感激之情欣賞世間混亂，並以新生嘅謙卑面對世界複雜性。我哋嘅有限性令人焦慮，而藝術就帶來安慰，唔係因為佢哋能治療我哋嘅有限性，而係因為佢使我哋放下要去控制、修正同埋逃避嘅需求。如同傳道書詩歌一樣，佢俾咗我哋話語同埋意象，讓我哋能夠向受造物本身經歷嘅糾結致敬。我哋嘅有限性令人焦慮，享樂伴隨着勞碌，因為我哋經歷咗好多原本唔應該發生嘅悲劇性損失。我哋所經歷嘅卻不僅係生命有限同埋受造物嘅本質，仲有墮落後罪惡毀壞嘅狀態。呢個不僅僅係暫時世界，而且係因為墮落而混亂無比嘅暫時。喺呢個墮落世界裏邊，要將悲劇從美好嘅事物中篩出變得困難，因為喺受造物天然嘅節奏裏邊，即使係美好嘅事物，亦都會消逝。由於喺墮落世界裏邊，生命嘅有限同埋痛苦嘅心碎總係緊密相連啊！我哋開始對有限性本身就感到怨恨啦。一切衰敗似乎都係災難，但要與有限性為伴，就要知道並非所有改變都係損失，也並非所有損失都係悲劇。以咁樣嘅一種方式存於世界，與此同時，要能自稱同埋哀悼嗰啲原本唔應該發生嘅損失，就好似其一個嘅芭蕾舞者一樣。我哋又回到嗰根繩索上高，忠實面對有限性係一種接受同放手、慶祝同埋哀悼嘅壯舉。而身為凡人，就係一門與失去共處嘅藝術，知道咩時候應該講謝謝，咩時候應該咒詛黑暗啊！伊麗莎白碧許傑出嘅一個詩作《一門藝術》，思考嘅正係呢一種不確定激起嘅反應。嗰篇詩咁講：失去的藝術並不難以掌握，許多事物似乎原本就打算要失落，失去它們因此不算災難。天天都在失去東西，接受慌亂、丟失的大門鎖匙、胡亂打發的時間。失去的藝術並不難以掌握，練習失去得更多更快。地點和名字以及你的原本有意遠遊之處，這些都不會帶來災難。我丟弄了母親的手錶，看下最後那棟或最後之前那棟，總共3棟心愛的房子失去了。失去的藝術並不難以掌握。我失去了2座城市，美麗的城市，還有更遼闊的我曾擁有的地域，2條河流，整片大陸。我懷念他們，但那不是災難。就連失去你愛説笑的聲音，一個動作是我心愛的，我不該撒謊的。顯然，失去的藝術並不太難掌握，即使看似好像寫下來，好像災難。詩人就觀察到有啲事物似乎刻意要被失去，生來就係為咗消逝。呢啲事物有佢嘅生存曲線，對於佢哋嘅暮光轉為幽暗，我哋唔應該感到訝異。然而失去仍係一門藝術，人必須學會點樣失去，睇出事物注定係暫時嘅跡象，享受而唔執着固守。咁樣當啲東西消失嘅時候，亦都唔會係一場災難。呢首詩有一種輕盈嘅感觸，一種機智幽默，感覺就好似講服自己接受呢一種立場。
咧嘴咯咯笑就係一種緊張嘅嘗試，像喺度試圖假裝，直到成為真為止，成真為止嘅損失不斷累積，亦都就係講我哋有好多機會嚟練習呢一門藝術。我哋可以想像失去唔見咗嘅車匙，我哋話俾自己聽失去手錶冇咩關係，因為嗰個係母親嘅手錶。我哋就幻想手錶周圍有一種超物質嘅光環，呢個唔係一場災難，但亦都唔好受。損失不斷積壓，呢個代表詩人繼續生活，後期嘅損失越來越令人痛苦，即使嗰個係意料之中。總會有最後一次造訪心愛嘅城市或家鄉，最後一次踏足蒙大拿荒野嘅靜思聖地，最後一次到歐洲冒險，最後一次走過巴黎聖母橋，靜靜着迷於那座帶着自然痕跡嘅大教堂。最後就係我哋害怕嘅損失啦，我哋知道即將發生嘅損失就係你。我哋每個人都會因為呢一句話而諗起某個人，甚至失去你，亦都係一門藝術。而詩人唔想撒謊，失落可能係藝術，但詩句係一份書面嘅證明。為咗拒絕而提出嘅抗議，因失去確實睇嚟好似一場災難。年輕嘅奧古斯丁曾經經歷過類似災難，呢種損失讓人失去精神，整個宇宙變得暗淡無光，毫無意義。但回首過往，年長嘅奧古斯丁就會話：年輕嘅自己尚未學會失去嘅藝術，亦都未曾想像復活可以係點樣重新定義失去。愛你嘅人係幸福嘅。奧古斯丁祈禱道：喺你之中愛朋友，又因你呢個你係講上帝啦，而愛仇敵。儘管孤身一人，也不會失去任何親愛的人，因為在無法失去的那一位裏面，所有人都是親愛的。失去藝術並非容易，對凡人嚟講，呢門藝術好似喺高空索上表演雜技，但我哋就喺嗰位萬物之主嘅保護網上做練習啦。而最後嚟睇一段有關藝術小插曲，就係關於失去嘅心懷感恩嘅藝術，以及凡人於世間嘅舞蹈。詩人約翰特普斯特拉喺敞開自我嘅回憶錄中，試圖理解自己嘅懷疑同埋難以放下嘅信仰。令佢驚訝嘅係，自己不僅時常出現喺教堂，仲渴望留喺嗰度。佢承認話：呢個就係我唯一知道時間同永恆定期相遇嘅地方。佢認為其中好重要嘅係教堂裏嘅歌唱。正如奧古斯丁先前指出，歌唱本身就係一門短暫嘅藝術。除咗教堂，你能在那裏與一群人一起唱歌？他問道。歌唱，尤其是和聲，會產生某種物理作用，聲音會充滿頭腔，彷彿頭部是一間房間，一座大教堂。和聲會在靜脈與動脈中引發共振，血脈仿若琴弦，延伸於身體這支弦樂器中，聲音會在體內產生共鳴。奇特的是，不知為何會有唱歌走調，只會加深這種體驗啊！今日先啱返完崇拜嚇，都有少少咁嘅體驗。延續奧古斯丁嘅想法，儘管聲音短暫，但將其視為與死亡相遇嘅內室或者恰當。而特普斯特拉就回憶話：喺我哋嚟到聖卡斯帕特教堂嘅幾年之後，有人喺崇拜中起身唱起韓德爾嘅《死人要復活》，成為不朽壞。單單就係樂曲標題就讓我想起太太嘅三位兄弟啊！呢個作者咁講，由於先患有肌肉萎縮症，佢哋三位喺15年前，即少年期嘅晚期，同20歲出頭，就相繼喺6個月裏面去世。嗰日發生嘅一些事，由於唱歌嘅人當天感冒，有啲音難以唱上去，但唱不上去嘅音調與三位兄弟短暫但充實嘅生命交融在一起。我想着佢哋受疾病侵蝕嘅身體，明白咁樣嘅歌聲更真切地表達出對佢哋嘅記憶，而咁樣嘅音樂比起每個精準唱出嘅音符仲要動人。所以唔係所有改變都係損失，亦都唔係所有損失都係悲劇，但確實有啲係損失係悲劇。呢個就係點解盼望同哀悼會交織一齊，而就連我哋嘅復活之歌，亦都係以沙啞嘅破音唱出嚟。好，今日分享呢度到呢度，下次分享埋最後嘅一 part。